台嘅多媒體閱讀資源，推動多模態同埋跨課程閱讀，從小培養家國觀念同埋國家安全意識。中銀香港作為平台嘅冠名支持機構，我哋非常之高興睇到同學仔能夠展現出蓬勃嘅求知精神。平台嘅互動性同趣味性嘅，同學能夠一邊玩一邊學嘅，學習唔再係一個沉悶，亦都希望係一個探索同驚喜嘅過程。閱讀從來唔係只讀書，更係讀人、讀國家、讀世界。